繼續翻嚟時事追擊呢一節咧，我哋邀請咗理工大學中國商業中心主任陳文雄先生咧，同我哋分析奧巴馬入主白宮對中美貿易以及香港嘅中小企會有幾大嘅影響㗎。我哋咧先睇睇強調種族融和同埋改變嘅奧巴馬一直點樣推銷佢嘅希望政治，就中美關係咧，佢又講過啲咩呢？奧巴馬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為民主黨重奪失落8年嘅江山。If there is anyone out there who still wonders if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is alive in our time, tonight is your answer. 佢喺2004年民主黨全國大會中演說，一鳴驚人，就係提醒美國人希望有幾重要。Hop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y, hope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y, the audacity of hope. In the end, that is God's greatest gift to us, the bedrock of this nation. 佢後嚟出版嘅書名為《無畏的希望》，更加有幾10個星期喺美國成為暢銷書。奧巴馬登上美國總統寶座，本身亦都成為實現美國夢嘅好例子。奧巴馬1961年出生喺夏威夷，佢雖然係黑人，但背景同美國好多黑人唔一樣。除咗媽媽係白人，佢爸爸當年係嚟自非洲肯尼亞嘅留學生，受精英教育。祖輩並唔係被白人運到美國嘅黑奴，所以奧巴馬喺黑人當中亦都相對優越。不過奧巴馬少年時亦都曾經因為自己嘅種族身份而感到困擾。My mother, she said to herself, you know, my son, he's an American and he needs to understand what that means. 奧巴馬未夠2歲，父母就離異，由媽媽撫養。6歲時，媽媽改嫁一個印尼人，奧巴馬就跟媽媽去印尼住咗4年。之後返夏威夷完成中學，外祖父母對佢嘅影響好大。And my grandfather, you know, would say, you know, boy, Americans, we can do anything when we put our minds to it. 奧巴馬喺哥倫比亞大學同哈佛化學院畢業，曾經係哈佛化學院刊物第一位黑人總編輯。呢個時期嘅奧巴馬開始關注弱勢群體嘅福利，喺芝加哥嘅貧民區做社區服務。1996年，奧巴馬毅然從政，當選伊利諾伊州參議員，亦繼續為低收入工人爭取權益。有被標籤嘅少數族裔都成為超級大國嘅元首。希望、夢想對奧巴馬嚟講似乎並唔係空談。不過入主白宮之後，佢係咪真係能夠為美國人帶嚟希望，就要睇佢點樣處理一系列嘅問題，包括當前嘅金融海嘯、美國政府歷嚟最多嘅國債，超過10萬億美元同5000億美元嘅財赤，仲有對伊拉克同阿富汗2場未完嘅戰爭。奧巴馬對中美關係嘅睇法其實好貫徹，佢早喺舊年民主黨初選辯論中已經講得好清楚，中國唔係美國嘅敵人，亦都唔係朋友。China is rising, and it's not going away. They're neither our enemy nor our friend. They're competitors. 奧巴馬視中國為美國嘅競爭對手，個競選辯論中亦都提出美國人唔可以輕視中國嘅崛起，要好好教育下一代。China had a space launch and a spacewalk. We've got to make sure that our children are keeping pace in math and in science. 中美貿易方面，佢亦都不滿中國嘅人民幣政策，認為中國操控匯率削弱美國嘅出口。We should enforce rules against China manipulating its currency to make our exports more expensive and their exports to us cheaper.
好啦，咁片就睇完啦，我哋就同阿陳生傾下啦。係啦，陳生啊，奧巴馬咧就一直好強調咧對中國，都一直都好警覺咧中國崛起呢個事實㗎。咁經過一場金融海嘯衝擊啦，奧巴馬能唔能夠喺佢帶領底下咧保住美國呢個超級大國嘅地位咧？我諗從金融危機去睇出咧，就係美國超級大國嘅地位咧係扶危企危㗎啦。因為唔單止係經濟上有問題啦，金融方面咧出現好多損失啦，然後其他國家咧對美國嘅金融化嘅政策咧係好抱懷疑嘅。於是對美國嘅整體嚟講咧實力咧係有所下跌。但對民主黨嚟講啊，我諗當克林頓初上台嘅時候咧，對中國嘅崛起咧始終都唔係好承認嘅。但喺個過程中開始認識到啦，再經埋部署之後咧，而家奧巴馬應該咧係認識咗咧係中國崛起係必然㗎啦，唔能夠忽視嘅。你哋都剛才提到，即係佢一直都視呢個中國咧為呢個競爭對手。咁其實覺唔覺得佢嘅措施咧會比布殊更加強硬咧？我諗唔會，因為布殊嘅強硬咧，基本上係假嘅。因為對中國嘅經濟政策嚟講咧，布殊係開放性嘅，特別佢仲咧係自由貿易。反而布殊主要問題咧就係個戰爭帶嚟好多嘅財政嘅壓力，以及咧係損失。所以我對奧巴馬嚟講咧，解決嘅經濟問題，首先咧唔好打仗，免嘅損失，而從呢個基礎上咧，先可以考慮咧點樣同中國係競爭。競爭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咧就係可能就係喺科技啊各方面投資咧，美國要增加啦，就唔能夠將啲錢走去打仗，而喺國內呢方面投資增加。另一方面咧就係同中國關係咧，可能就係人民幣個問題。但對中國未必會聽佢講嘅，因為從以前日本嘅例子嚟講咧，中國基本上唔會聽美國嘅壓力嘅。嗱，咁奧巴馬咧就一再強調咧，就一直要保住自己美國工人嘅飯碗嘅。咁其實你覺得會唔會即係更加收緊佢個保護主義咧？好難嘅，因為美國個經濟整體咧係依賴外邊嘅進口，特別係依賴中國。如果唔係中國進口咧，佢喺其他地方進口，就係拉丁美洲之類咧更加貴嘅，而且甚至咧係可能供應不足嘅。除非美國我諗再經過幾廿年嘅改變啦，否則嘅話咧喺而家依賴中國進口係冇辦法改變嘅。於是保住工人嘅飯碗咧，可能佢好似克林頓之類嘅做法咧，就要製造新嘅產業出嚟，所以佢強調咧係科技方面嘅。要同要合作嘅話咧，中國同美國將來仲有啲咩合作嘅空間？我諗喺地緣政治方面咧，喺國際政治方面咧，美國再唔能夠係單邊主義啦。於是乎好多時候咧係依靠中國，甚至中國喺好多嘅發展中國家裏頭咧個影響力越嚟越大啦。唔單止係中國同人哋嘅雙邊自由貿易主義，仲有重要嘅就係中國去援助去經濟投資方面咧係影響到咧當地，所以美國喺國際上咧唔能夠打仗，只能夠咧同中國合作，以及咧係同其他歐盟啊之類形成一個多邊嘅國際嘅格局。咁奧巴馬咧就冇話麥凱恩咧就咁了解中國嘅背景。咁其實你認為佢未來咧可以點樣做咧？我諗唔重要嘅，克林頓初上台都冇乜嘅特別經驗嘅，重要就係佢班子點樣。雖然我哋而家唔知道奧巴馬嘅班子係點樣啊，但似乎咧大部分都係克林頓嘅老將。所以呢方面嘅經驗咧係冇問題嘅。你對佢有冇信心咧？可以令到美國重振翻起嚟。我諗從克林頓嘅例子就係當老布殊打伊拉克戰爭之後咧，跟住經濟衰退，克林頓可以一手改變咗，甚至最後尾咧有財政嘅盈餘，只不過俾小布殊又將我浪費咗啫。所以我會覺得歷史會重複嘅。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奧巴馬所面對嘅問題咧係比克林頓更加嚴重，於是咧解決方面咧係冇咁容易。講翻伊拉克戰爭方面咧，咁奧巴馬就話咧會喺佢任期之內話會要結束呢一場戰爭。其實你覺得係咪真係咁容易？好容易啫嘛，佢要走就走㗎啦。關鍵就係對美國嚟講啊，如果財政壓力太大嘅時候咧，係一定要走嘅。從歷史上都係咁樣。小布殊唔走咧，主要因為利益嘅問題，軍工啊，以及咧係石油嘅利益喺度。而家整體嚟講，伊拉克就算係點樣冷攤戰咧，奧巴馬冇能夠咧係將美國咧繼續擺落去，就好似越戰時候一樣。好啦，下個星期六咧就係20國集團 G20 金融危機峰會嚟㗎。國家主席胡錦濤咧就有機會同奧巴馬會面，亦都係中美關係嘅一個新嘅開始。咁今日啦，我哋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再見。